你是否曾經想過，為什麼中國的富人總是會面臨富不過三代的宿命？今天我們要揭開這個謎團，來看看中國的富人們為什麼要將自己的財富出海，並且如何在全球範圍內重建自己的財富版圖。中國的富人們在資產高峰期開始積極尋求海外房產、身份計劃，甚至第二家族基地。然而，這些出海策略是否能夠真正實現全球結構，還是僅停留在購房、投資與移民層面？缺乏法律結構、信託體系與合規，使得這些資金在海外容易被凍結、課稅，甚至被視為高風險資本。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，這是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的共性困境。隨着外部環境與內部政策的變化，出海已經成為不再是選擇題，而是生存策略。國內外匯監管強化，反壟斷政策落地，稅務信息自動交換 （CRS） 全面實施，使得資金流向透明化。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，出海不是為了逃避監管，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。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，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，第三代若要延續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財富出海並非終點，而是中國家族資本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。但是，中國的高淨值人士在進行跨境資金轉移時，會面臨到許多制度上的限制，例如外匯管理局 SAFE 與商務部的核准、真實貿易背景、投資審查以及外匯結算規範等。同時，銀行、券商、律師都被納入反洗錢 AML 與了解你的客戶 KYC 的全球合規體系。任何大額跨境資金的轉移都會被放大審視。因此，如果你是一位有志於將自己的財富出海的企業家，你需要了解相關的制度和法規，才能避免資金被凍結、課稅等風險。同時，你也需要有一個全面的財富規劃，包括建立家族信託、家辦治理、國際稅務規劃等。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。如對財富管理、投資策略等相關主題感興趣，請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，讓我們一起探索財富管理的世界。謝謝你的收看。